在娛樂圈這片永遠不缺驚濤駭浪的名利場中，每一份所謂遺囑的曝光都像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千層浪花。而這一次，圍繞着香港影壇傳奇人物謝賢的名字，一份被媒體渲染得繪聲繪色的遺囑內容，再度將謝霆鋒、張柏芝與王菲三人之間那段糾纏了近20年的情感糾葛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標題中指認張柏芝是人妻與謝霆鋒含淚甩王菲求復合的字眼，如同兩枚重磅炸彈，瞬間在各大社交平台引爆了無數看客的窺探欲與討論熱情。然而，在這喧囂的背後，我們是否應該冷靜下來思考，一份尚未經本人及其家族證實的所謂遺囑，究竟承載着多少真實的家庭意志，又三集了多少媒體為追逐流量而精心編排的戲劇腳本？當私人情感被放置於公共話語空間進行粗暴解構，當父子之間的默契被簡化為一句完成父願的悲情指令，我們或苦正在無意間參與一場對他人生活邊界的集體僭越。但無論如何，這則傳聞所引爆的情感地震波，確實觸及了華人家庭觀念中最核心的命脈、血脈延續、責任傳承，以及父輩權威對子代人生選擇的潛在規訓。要理清這條錯綜複雜的情感線索，我們不得不從謝賢這位港圈四哥的傳奇人生軌跡切入，去探尋他作為父親、作為公公、作為一家之主，其可能的納心邏輯與現實考量。謝賢這個名字在香港演藝界代表着風流倜儻、快意恩仇，也代表着一種老派江湖人的講究與執拗。他生於1936年，見證了整個香港影視行業的興衰更迭。從黑白粵語長片到彩色電視劇時代，他始終以一副黑框墨鏡、一條高腰喇叭褲的經典形象屹立不倒。然而，這位在銀幕上永遠遊揮人間的花花公子，在現實生活中卻極度重視家族血統的純粹性與家族名譽的完整性。他與狄波拉的那段婚姻雖已煙消雲散，卻共同孕育了謝霆鋒與謝婷婷這對人女，尤其是對於長子謝霆鋒，謝賢傾注了遠超常人想象的期望與壓力。在謝賢的價值觀譜系裡，人媳婦不僅僅是兒子的人生伴侶，更是謝家第三代血脈的直接養育者，是家族香火得以延續的關鍵角色。張柏芝在與謝霆鋒婚姻存續期間，先後誕下謝震軒 Lucas 與謝震南 Quintus 兩個男孩，這對於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謝賢而言，無疑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兩個信子眉眼間的靈動與頑皮，幾乎就是謝霆鋒幼年時期的翻版，這讓謝賢在晚年享受到了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他曾在多次公開訪談中毫不掩飾對兩個信子的寵愛，甚至在鏡頭前眼眶泛紅地感慨：我謝家總算有料後。這種發自肺腑的情感流露，絕非任何公關話術可以偽裝。因此，當外界傳聞謝賢遺囑中明確指引張柏芝是人妻時，從情感邏輯上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因為這符合謝賢一貫以來對家族延續性的高度重視。在他看來，張柏芝無論與謝霆鋒的婚姻關係是否存續，他作為兩個謝家血脈生母的事實永遠不會改變。這種血緣紐帶比任何一紙婚書都更為牢固且神聖。而王菲儘管在華語樂壇擁有天后般的地位，儘管與謝霆鋒上演了世紀復合的愛情童話，但在謝賢這種老派長輩眼中，她始終是一個沒有為謝家留下後代的外嚟者，是兒子情感世界中的一道勸離卻難以落定的彩虹。謝賢並非不欣賞王菲的才華與獨立，但在家族傳承的天平上，藝術成就與血脈延續相比，後者顯然有着不可撼動的分量。這並非單純的對錯之分，而是兩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在家族場域中的正面碰撞。再將目光轉向這場情感風暴的核心人物謝霆鋒，他的一生似乎都在做自己與成全父親之間艱難地尋找平衡點。少年時期，他因父親謝賢的巨額債務被迫簽約英皇娛樂，用自戀的肩膀扛起整個家族的經濟重擔。那時的他沒有選擇的權利，只有服從的使命。成年後，他在音樂與電影領域都闖出了屬於自己的天地，甚至憑借《線人》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終於擺脫了謝賢偽子的標籤束縛。然而，在感情世界裏，他仿佛始終被困在一個無形的牢籠中。前有張柏芝，後有王菲，兩段感情都轟轟烈烈，卻也都傷痕累累。2011年，當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因種種原因走到盡頭時，外界普遍猜測謝賢佢勃然大怒，但事實上這位老人只是沉默地抽着雪茄，對着媒體鏡頭淡淡地說了一句大人的事，自己解決。那份克制的背後，隱藏着多少對順子未來的擔憂，我們無從知曉。離婚後的謝霆鋒並未如外界預期的那般與張柏芝徹底割裂，相反，他不僅在經濟上持續給予高額撫養費，更被多次拍到低調現身張柏芝母子三人的住處，陪伴兩個兒子玩耍學習，盡到了一個父親最基本的責任。這種離婚不離債的行為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謝賢的言傳身教。謝賢自己與狄波拉離婚多年，卻始終擁持着良好的朋友關係，共同參與兒女的重要人生時刻。而當2014年謝霆鋒與王菲復合的消息震驚整個華人娛樂圈時，謝賢最初的反應被港媒描述為黑面離場。儘管後來他公開表示兒子開心就好，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份祝福裏摻雜着幾分無奈的妥協。在謝賢的心底深處，始終有一個無法解開的裂。王菲不配為他生育順子，而謝家的香火傳承需要更穩固的保障。這種隱憂隨着謝賢年歲的增長而越發強烈。畢竟他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對於家族未來的焦慮感，佢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對兒子婚姻選擇的干預上。因此，當為觸曝光傳聞中提及謝霆鋒為了完成父親心願而含淚甩王菲求復合時，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狗血的情感故事，更是一個中年男人在自我幸福與家族責任之間的痛苦撕扯。謝霆鋒的眼淚或苦是真實的，因為無論他選擇哪一方，都意味着對另一方的辜負。選擇王菲，他辜負了父親對血脈延續的殷切期盼；選擇回到張柏芝身邊，他又如何面對王菲那份歷經滄桑後依然選擇相信愛情的勇氣？這種兩難境地，足以讓任何一個鐵骨撐撐的男藝心力交瘁。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所謂含淚甩王菲的細節描寫，極大概率是娛樂小編基於碎片化信息進行的文學性加工。謝霆鋒與王菲之間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年輕情侶那種熱烈燃燒的階段，升華到了彼此懂得、互相成全的靈魂伴侶層面。王菲在經歷了竇唯、李亞鵬兩段婚姻後，對於人生幸福的理解已經非常通透。她不再需要一紙婚書嚟證明愛的存在，也不再需要通過生育來擁繫關係的穩定。她與謝霆鋒復合的這些年裡，兩人始終保持着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沒有同居，沒有財產捆綁，甚至連公開同框都屈指可數。這種低慾望的情感模式，恰恰是他們能夠在複雜輿論場中擁持關係的關鍵所在。如果謝霆鋒真的因為父親遺囑的壓力而主動提出分手，以王菲的驕傲與通透，他絕不會哭鬧糾纏，而是佢雲淡風輕地轉身離開，繼續他修行般的生活。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謝霆鋒是否真的會僅因為一份遺囑就推翻自己經營多年的情感選擇？答案恐怕並不像標題所描述的那般簡單直接。謝霆鋒骨子裡有着如其父如出一轍的倔強與叛逆。當年他不顧全城反對，毅然與張柏芝裂婚，後來又不顧世俗眼光與王菲復合。每一次重大情感抉擇都顯示出他忠於自我立心的堅定。這樣一個有主見、有擔當的成年男性，怎麼可能在年逾不惑之後，突然變成一個被父親遺願所操控的木偶？更何況，謝賢作為一個經歷過無數風浪的智者，即使真的在遺囑中表達了對張柏芝的認可，也絕不可能以命令的口吻強迫兒子放棄現有感情去求復合。老人對家族血脈的看重，完全可以轉化為對順子們教育基金的專項安排，對張柏芝作為孩子母親的生活保障，而無需直接干涉兒子當下的戀愛自由。所以，標題中為完成父願的因果邏輯鏈條，本身就存在着嚴重的斷裂與虛構嫌疑。謝霆鋒若真的選擇與王菲分手，
更可能是因為兩人在長期相處中發現了不可調和的性格矛盾或生活理念差異，而非外部壓力的強制性作用。將一段感情的終裂簡單歸咎於父親遺囑，既是對謝霆鋒自主人格的貶低，也是對王菲在這段感情中價值的漠視。再說回張柏芝，這位單親媽媽在離婚後的10餘年裡，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兩個兒子的成長教育中。她放棄了大把的影視邀約，選擇定居新加坡，親自接送兒子上下學，陪他們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甚至在社交平台上頻繁分享與兒子的溫馨日常。這種近乎犧牲型的母愛，讓她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從任性玉女逐漸轉變為堅強慈母。更重要的是，她始終與謝賢保持着良好的公媳關係，定期帶信子回香港探望爺爺。每逢謝賢生日或重大節日，必有精心準備的禮物和全家福照片流出。這種細緻入微的孝心，對於晚年的謝賢而言，比任何金銀珠寶都更為珍貴。張柏芝的聰明之處在於，她從未公開抱怨過謝霆鋒的任何不是，也從未阻撓孩子與父親及爺爺的親情聯列，甚至在媒體面前多次稱讚謝霆鋒是一個好爸爸。這份氣度與格局，讓謝賢對他越發欣賞與信賴。反觀王菲，她與謝賢之間的交集寥寥無幾，除了偶爾在公開場合的禮貌性問候，幾乎沒有任何深入的家庭互動。對於謝賢這樣的傳統長輩來說，一個無法融入家族日常、不願意參與家庭聚會的準人式，即使名滿天下，也難以真正走進他的心理。這種差異性並非王菲的過錯，而是她一貫特立獨行的性格使然。但在家族倫理的框架下，這種疏離感無疑倍加深謝賢對張柏芝的偏愛。於是遺囑中只認張柏芝是人式的條款，即便未經證實，卻也精準地擊中了無數普通家庭中長輩對賢惠人式與高冷人式之間的本能偏愛。這種情感傾向無需道德評判，它只是人性中最質樸的血緣襯梭邏輯的自然流露。然而，我們必須將視線拉回到一個更為宏觀的維度，在法治社區日益完善的今天，遺囑作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私密文件，其具體內容受到嚴格的隱私保護，除非繼承人主動公開，否則外界根本無從知曉其中細節。所謂謝賢遺囑曝光的說法，本身就存在着嚴重的法律漏洞與邏輯悖論。謝賢目前依然健在，精神狀態良好，頻頻出席各類社交活動，何嚟遺囑曝光這一說？這更像是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為了製造話題而刻意模糊時間線，混淆遺願與遺囑概念的低俗手段。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我們整個社區的注意力經濟體系已經習慣於將名人的家庭私事當作公共消費品進行無節制開採。謝霆鋒愛誰？王菲是否被認可？張柏芝是否符合？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於普通看客而言，除了滿足一時的獵奇心理，又能產生多少實質性的價值共鳴？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這場情感鬧劇背後折射出的時代焦慮。當傳統家庭觀念遭遇現代個體自由，當長輩期望與個人幸福發生衝突，兩代人之間該如何進行有效溝通，而非強制服從？謝賢代表了老一輩對家族血脈延續的執念，謝霆鋒代表了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年人的迷茫與掙扎，而張柏芝與王菲則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生存範式，一種是以家庭為軸心的奉獻型人格，一種是以自我為圓心的獨立型人格。這兩種範式沒有高下之分，只有集合與否的勾別。張柏芝在單親母親的角色中找到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王菲在藝術的自由王國裡實現了靈魂的安放。他們都活出了足於自己的精彩，沒有必要為了成全某種圓滿列局而強行改變自己的人生軌道。同樣的道理，謝霆鋒無論最終情歸何處，都應該基於他本人的真實意願，而非任何第三方的情感綁架或道德裹挾。作為旁觀者的我們，與其熱衷於猜測遺囑的真偽、符合的可能，不如反思一下，我們是否給予了這些公眾人物足夠的私人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情感課題？我們是否在用關心的名義，行着傷害的實質？
行文至此，關於那份神秘遺囑的來龍去脈，我們依然無法給出100%確定的列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論謝賢的真實意願如何，無論謝霆鋒最終做出怎樣的情感抉擇，這個家庭內部的溝通與磨合始終在持續進行着。謝賢不是冷酷無情的封建家長，謝霆鋒也不是愚孝盲從的傀儡兒子，他們之間的父子關係遠比媒體描繪的更為複雜且富有彈性。或苦在某個安靜的午後，謝賢攰摘下墨鏡，用那雙飽經滄桑的眼睛望着兒子，輕聲說一句：阿仔，你的人生你自己走。而謝霆鋒也攰在那一刻明白，父親所有的執念背後，藏着的不過是一個垂暮老人對血脈延續最本能的渴望與不捨。這份相互理解的過程，比任何復合或分手的結果都更為珍貴。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善意地提醒所有熱衷於吃瓜的網友，情感世界的真相永遠只存在於當事人的內心深處，外界的任何揣測都只能是管中窺豹。像柏芝是否願意接納回頭的謝霆鋒？王菲是否真的會黯然離場？這些問題只有時間能夠給出答案，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手中那把名為道德審判的尺子，停止用好人式與配天後的二元對立去簡化人性的複雜光譜。最後，我必須做出理性且克制的中立性發言。對於這場由所謂遺囑曝光引發的情感熱議，我們應當秉持3個基本原則：其一，尊重事實邊界，在未經謝賢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正式確認之前，所有關於遺囑具體條款的訊息都應視為傳聞，不得作為定論進行傳播。其二，尊重個體選擇，謝霆鋒、像柏芝、王菲3位成年人都有權基於自身感受做出最適合自己的情感決策，任何外部輿論都不應成為壓迫他們選擇自由的工具。其三，倡導平和心態，娛樂新聞的本質是為大眾提供休閒談資，而非挑起對立情緒的導火索。我們完全可以在關注之餘保持一份冷靜與距離，既不盲目站序，也不惡意取測。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讓理智回歸，讓善意永存，才是最高級的吃瓜姿態。願每一位身處輿論漩渦的當事人都能在紛擾中找到內心的安寧，也願每一位屏幕前的看客都能在喧囂中守住理性的底線。歲月漫長，唯有平和與尊重，方能穿越一切流言蜚語，抵達人性深處最柔軟的理解之地。